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。全香港擁有私家船位而可以出售或者係租賃嘅別墅咧，只可以有香港嘅西貢康湖居啦。而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啦，得到業主同埋客戶嘅信任啦。喺我哋康湖居系列裏邊咧，我哋公司咧已經促成2宗康湖居嘅買賣成交，一宗咧就喺4期嘅 Girl 段嘅雙號屋啦，另一間咧就係位於喺第5期 A 段嘅單號屋。都係做咗呢一個喺康湖居裏邊咧一個非常之唔錯嘅筍價嚟㗎，所以如果有興趣去參觀康湖居甚至選購嘅咧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啦。咁呢一度嚟講咧，成個康湖居啦，一共咧就分開6期發展由1984年至1990年入伙啦，一共咧有535伙嘅。而係有463棟咧，就係別墅屋，同埋有2棟大廈，就係亦都72伙啦，叫做湖景閣同埋湖輝閣，係一啲分層戶嚟㗎。所以整體成個康湖居嚟講咧，佢個面積分佈嚟講咧，都係非常之豐富嘅。有一啲分層戶，甚至至到一啲別墅屋，由實用面積1048尺，至到好似而家麗康湖呢一類嘅董事屋嚟講咧，係超過3000尺嘅實用面積都有㗎。而呢個第6期嘅麗康湖咧，點解董事地段咧？就一來佢係最新嘅期數啦，同埋最遲1990年先入伙嘅啫。而佢亦都係整個嘅麗康湖咧，嗰個外形咧，同一般1至5期咧都係唔同嘅。因為1至5期咧一個白色嘅磚牆為主啦，呢一邊嚟講咧，第6期咧係以粉紅色磚牆為主嘅。另外嚟講咧，佢有雙重嘅保安管理嘅。除咗入咗一個康湖居嘅私家閘之後咧，入到嚟麗康湖咧，又有自己嘅私家閘、私家管理員㗎，所以係雙重保安分外安全係咪？同埋咧地位嚟講咧，可以更加咧顯赫咁樣㗎。而今次嚟講咧，帶大家咧嚟到欣賞呢個康湖居第6期嘅麗康湖董事屋嘅地段嘅董事屋，擁有自己特大嘅私家碼頭、私家船位36尺㗎。而屋裏邊咧，實用面積2105尺咧，更加擁有6房3廳4個套房嘅設計，實用非常。而向正南嘅內湖景喺呢個整個康湖居裏邊咧，都係非常之罕有嘅供應嘅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去欣賞呢一間嘅康湖居麗康湖嘅單位，甚至係其他康湖居望內湖甚至望海景嘅單位咧，都可以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啦，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